如果有日你屋企人買呢個西蘭花返嚟，啲花上邊有啲紫紫地色，你會唔會覺得呢個西蘭花可能壞咗？正常唔係綠色嘅咩？今日我呢條片就會幫大家拆解一下呢個紫紫地色嘅西蘭花究竟食唔食得，跟住會同大家講下食西蘭花嘅好處，佢遠超你嘅想象，甚至係接近 superfood 超級食物。最後我仲會話埋俾你聽，西蘭花食邊個部位最有營養，同埋有邊啲人士係唔適合食西蘭花嘅。大家好，我係瘋子，歡迎收睇瘋花說。大家平時去街市或者超市買菜，到底會用咩準則去揀呢？瘋子通常會揀啲有綠又有光澤嘅菜，覺得佢哋比較新鮮。通常嗰啲望落比較暗淡嘅，可能會擺得耐或者驚佢變。唔知你有冇呢個同感呢？所以喺網上見到有人話啲西蘭花見到佢上面有紫色，懷疑佢係咪壞咗。我見到呢個質疑，感覺上都好似有啲道理。上網一揾，原來唔少地方都有呢個觀察，其中日本就最認真。佢哋 TBS 電視台甚至係有個節目，專門就拆解究竟紫色嘅西蘭花究竟食唔食得。佢首先就拎咗兩張相，一張就係綠色嘅西蘭花，另外一張就係有啲紫紫地嘅西蘭花。佢就問一眾嘉賓，你哋會覺得邊一款嘅西蘭花比較好食？結果一如所料，大部分都覺得綠色嘅西蘭花應該比較好食。不過原來呢個猜想係錯嘅，最少係對西蘭花嚟講係錯嘅。跟住節目組就揾咗一個日本嘅農夫嚟講解啦。呢個農夫指出，普遍嘅人認為紫色嘅西蘭花係變壞唔食得，其實係錯嘅。反而紫色嘅西蘭花係更甜更好味。在場嘅嘉賓都愕晒然，究竟點解呢？原來西蘭花嘅栽種環境，如果暴露喺寒冷同埋極強烈嘅紫外光之下，西蘭花為咗保住自己身體入邊嘅糖分，體內會產生好多花青素。當呢啲花青素累積到一定嘅水平嘅時候，佢哋嘅表面就會變得紫紫地，用嚟保護自己。好似我哋頭髮做紫色 highlight， 不過呢個唔係鮮紫色，係暗紫色。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你見到棵西蘭花表面嘅紫色部分越多，其實代表佢更加甜。我哋一齊嚟拆解下西蘭花。首先，西蘭花含有豐富嘅纖維，而呢啲纖維就係腸道益生菌嘅主要糧食。啲纖維夠多，益生菌食得夠飽，佢哋就夠活躍。呢啲益生菌正正就係促進你嘅腸道蠕動，令到你避免便秘。西蘭花嘅維他命 C 含量極高，比起番茄高出4倍。維他命 C 有抗氧化作用，有助頭髮同皮膚健康生長，提高人體免疫力，促進肝臟排毒，增加體質。咁聽落咪好過食排毒美顏寶？講笑啫。西蘭花都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K， 呢隻維他命係咪好少聽呢？原來攝取足夠嘅維他命 K可以改善吸收鈣質，同時亦都可以減低從尿液排出嘅鈣質，從而改善骨質嘅健康。一杯切開嘅西蘭花就有92微克嘅維他命 K， 超過每日所需要嘅攝取量。同時一杯西蘭花亦都含有43毫克嘅鈣質，可以作為平時吸收鈣質嘅來源之一。咁樣聽落，一日一杯西蘭花加一杯牛奶，應該對啲骨頭好好噃。最後講埋山內酚，喺西蘭花入邊嘅山內酚屬於黃酮類化學物，聽完個名都唔知佢噏乜，不過佢嘅作用就好大，可以降低血糖嘅水平，尤其係可以幫到糖類病2類患者控制血糖，具有抗氧化、抗炎、保護心臟嘅好處。簡單啲嚟記，西蘭花咪又可以幫你控制血糖同埋對你個心好咯。雖然講到西蘭花咁好，但其實唔係人人都啱食嘅。首先，西蘭花含有高纖維，所以如果你腸胃比較弱嘅，就唔係好食咁多西蘭花啦。如果食得多，我盞你個肚辛苦咋。第二，原來西蘭花都有好多嘌呤嘅。聽到嘌呤呢兩個字，大家都估到咩人唔啱食，就係嗰啲痛風患者啦。如果你夾硬食得多西蘭花，可能會令到你嘅病情加重。
食西蘭花邊個部位最有營養？我諗你可能未諗過。喺街市揀西蘭花嘅時候，你會中意揀花多啲定係梗多啲嘅部分呢？平日我見到個梗大啲、花少啲嘅，總係覺得佢呃秤，因為平常人都中意食西蘭花啲花，覺得佢好爽脆。不過唔少專家都話啲梗，即係個莖，佢嘅營養其實比花更多。所以下次食西蘭花嘅時候，唔好淨係掛住食花，其實啲莖都好好味，而且好有營養添。所以下次買菜，如果見到紫色西蘭花，唔使驚，反而第一時間要搶住嚟買，因為佢更加甜，更加美味。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俾個 like 我，或者訂閱我嘅頻道，撳埋鐘仔，下次出新片就會通知你。拜拜。